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2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分别由交通局、甲观光旅游局进行业务报告，其中针对 T-Bike 业务，议员蔡玉辉认为，两个单位根本互相推脱，因为原本分做4期的计划，因为财政困难，目前只有进行到第2期，所以新营咸水租赁站一直遥遥无期，让议员非常不满。台南市租脚踏车原本规划有要伫个新营咸水设站，但是议员蔡玉辉为今年初等到11月份都无看到结果。上午透过交通甲观光旅游局业务报告提出质询，批评交通局根本是诈骗集团，并且甲观光局互相踢皮球。在市区的安平什么时候撤？我们才有办法在新市。开啊，这钱，去安平车到要哪些咯？没有，因为观光局没有新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钱你这拢钱啊，这钱你唔是讲用医保尔钱无，佮变成这拢钱。我们没有新的预算在。好啦吼，我无甲你管啦吼，局长。我们的因为裁员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只做到第2期，所以我们现在安平现在观旅局有。好啦，局长。所以等我们的 T-Bike 设到安平，无要紧，他那个站就会撤到。恁都无管你安怎讲啦，我的地方的权力，我的原则就是，阮遐今年也无，恁明年上要搁甲我讲，吼，财源困难，你就莫搁做啦，吼，我莫搁做预算，我也无，除非你叫人来，无我会去支持啦。因为阮遐无本地嘛，阮遐溪北的人口是占全部1/4以上啦，哦，26%啦，啊，你看恁甲我做个啥啦？讲我听啦，我要甲你照分无着免讲啦，甲你讲就是安尼啦，一切免讲，你今年无做，我明年上我爱支持啦。另外，有关蓝电要刷到林德展览中心，议员蔡玉辉也质疑接驳公车是毋是有道路抢伤的嫌疑。对此，交通局长表示，经费完全由农业局的预算支出，目前只有规划宽松的接驳，并无任何新增公车路线。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有关公车路线的规划，虽然目前有100多条的公车路线，而且各区拢有公车行驶，不过侪议员认为使用率也是无够。这方面除了宣导不足，另外市府一当补助业者3亿外，不如全面开放免费坐公车，让市民养成坐公车的习惯。市府推动公车坐文化，载客人次为县市合并进前一档749万人，到目前一档1800万人次。虽然市府交通局对这项成绩不是真满意，不过会当接受。但是议员不管哪里，拢认为载客率也是无够，尤其各区拢伫行销拍拼为家己，流行拍网啊，对公车的宣导无够。看啦吼。你起码市政府的整个力量都在，拍扁为主义啊！你看，你到社区哦，所有的公所都在拍扁为主，拍扁为家己的。你若不可以力到后来这交通局哈，你们来宣传公车的一个使用，哎，那个局长，你看看这个部分怎么来加强？我们的公车从合并前749万，到去年1802万。那到今年9月截止，我们大概比去年增加将近3%。那虽然有增加，但是我们认为也不够啊。不过我们还会继续努力。那刚刚议员有特别谈到说行销的部分啊，那我们会来加强。那在106年的预算，我们也编列了一些行销的经费，到时候请议会给我们支持，我们来大大的来行销我们的大台南公车。另外，有关市府一档补助客运业者3亿外经费。议员蔡淑慧开启建议，开放免费坐公车，让民众养成出门坐公车的习惯。3年只增加0.5%，那你到了那么多钱，你干脆都不要了。当时候我们有跟你们提过啊，搭乘公车全部免费，让市民有更大的福利啊，能够让他们习惯坐公车嘛，这样很好啊。你搭乘一个公车，你收了10几块钱。
然后你这收的这个钱全部又到我们的所谓的那个营运公司去，我们市政府在干什么？除了公车载客率的问题，另外议员陈金青也关心违规摊调。伊认为造成违规停车，大部分拢是甲都市停车位置规划有关系。伊着咱市一档新增加停车格仔位，根本无够使用。对此，交通局长表示，将奖励民间释出空地，另外也将甲学校沟通，利用假日开放校园停车。台联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除了公车载运化以外，市府阁规划轻轨载运，预计分做3期，总共12条路线。第一期可行性计划伫顶个月已经送到中央，目前正伫争取第2期的研究经费。伫咱市载运规划，虽然第一期2条路线，一条是为高雄延伸，另外一条市区宽线，2条总经费大约600亿。议员林美燕指出，该案伫工作报告当中，不但无提起，另外也烦恼是毋是会加铁路电塔，并且忽略南区的规划。大路线本来这个台铁的路线，你就你要规划嘛，你就坐台铁就好了，是不是？那如果你捷运的部分、公车的部分，你应该对几个所在要加强，需要加强，你给它轻轨，但这样这个使用率比较偏高的，所以你怎么把捷运的路线能够完整规划出来，这会影响到未来这个捷运的营运是了解汉子嘛？来，请来局长。未来整个先进运输系统的开发，整体的路网我们规划有3期的开发期程。那第1期有2条路线，是在台南市区，有1条横贯线，另外一个环线。那其中环线是经过南南，没有经过南区嘛？我跟议员报告，我们的环线就是经过南区啊，走中华南路跟中华西路整个大环线接起来。第二个就是第2期，刚刚议员有谈到，我们跟高雄市政府已经完成了协议，它的红线会往北延，所以将来也会经过南区，所以南区不会被忽略。因为一条轨道载运为规划到兴建完成，至少要10天的时间。议员表示，如果预算会当照实便利，议会一定会全力支持。台联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区德溪市边的空地堆满洪灾过后清理出来，将近5000栋的废弃树枝，放到即马已经2个月，不但开始有臭味，而且大量的打树枝，也有可能造成危险。上午议员林美燕特别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前往会勘，要求尽速改善。眼睛看过去，总面积占地大约1公顷，根据初步估算，大约有5000公吨的废弃树枝。伫咧今年小连续2个洪灾过后，清出来以后，已经堆伫咧南区德溪会馆边仔的空地啊，等到即马，不但开始有民众伫遮乌白等粪扫，现场也传出阵阵的臭味。前来现场会勘的议员林美燕也烦恼，遮尔啊侪打树枝，若是无细力烧起来，后果恐惊真严重。风灾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当然，在第一时间的工作人员我们相信他们是最辛苦的，而且用最快的速度把就是救灾的工作处理掉。但是现在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些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那时候风灾所产生的一些废弃物，包括树枝啊、那个杂物啦，都堆积在这边。我们从 Google 看上，大概面积到1公顷啦。那我们现在2个多月来，那我看到树枝还更大，而且现在我们站在现场，已经有恶臭味产生了，有恶臭出来了，所以我们蛮担心的。第一就是秋风来了，风大了，如果有人就是不小心的话，烽火无情啦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怕就是恶臭味一定相信有一些病原物产生了，所以我们也很怕说有传染病来产生，所以要求市府相关单位在第一时间现在要马上处理。因为这寡树枝废弃物囤伫遮已经足久啊，议员也伫咧现场要求一定要限期改善。市府方面也做出承诺，环保局将会紧急新喷药啊，
接下则由干部局分配将这寡废弃物刷到垃圾掩埋场。大概这个部分的环境整理的部分，还有那个环境喷药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公务局的需求，那进驻来完成这个消毒的工作。那除此之外，在这个树枝协助载运的部分，我们会提供场地，那让公务局可以消化这一些树枝。将近5000公吨的树基废弃物，不但是病菌的来源，无细致烧起来，也真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意外。议员也要求市府应该尽速改善，维护市民的安全。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桂林沙仑地区目前除了高铁特定区、甲中央研究院、南分院的规划以外，更加是行政院公开宣布要开辟绿能科技城、甲国际影城。不过，因为保育团体烦恼影城的开发将会破坏保育鸟类巢鸮的生存。所以，市府秘书长也特别出面澄清，依照开发的范围来看，并未破坏巢鸮的生态，表示讲拢是误会。在冲突之下，我们在乱市长率先宣布沙仑地区设立国际影城的计划以后，在月28中央的正式定案，打算征收大塘伫沙仑地区的土地来设立。不过，消息一传出去，却接受保育团体质疑。过度开发将影响濒临绝种的草鸮，因伫遮的食物来源等等。对此，市府秘书长李梦燕澄清，沙仑农场欠缺资源，主要是种牧草、往来西瓜，并不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所以并未冲击到草鸮的生态。而且950公顷的沙仑农地，大约200公顷是开辟性影城，甲高铁特定区以及绿能科技城等土地范围并无相踏。外界的疑虑会觉得说，绿能专区、绿能科技城会不会去动到这个沙仑农场？那其实两个是不同的区位。那第二个，这个沙仑农场本身，它是以牧草、以这个旱作、以这个凤梨、甘蔗等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旱田，它并不涉及粮食的生产。好，那第三个，它并不是草鸮的重要的栖地，它只是它在台南很广大的觅食区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沙仑农场规划国际影城已经定案，不过阿南区人所关心的天马电台清刷以后，原本有意兴建的影视中心，目前规划阁是如何？对此，秘书长强调，目前天马电台规划做文创园区已经通过市都委会加上内政部审议，了作为拍片、表演人才训练加文创事业的发展基地，已经送文化部筹划。那我们渴望在明年的上半年，如果顺利可以来顺利的通过，好，那么核定以后，那接下来就可以跟国有财产署这个土地目前是国有财产署来谈合作的一个方式并且也来报文化部希望来文化部来争取。那我想这个天马电台是关系到整个台湾的这个开台的这个史诗的影片所以我们希望它在未来这个台湾开台400年的时候，能够来实现这样。市府表示，现况除了持续推动天马电台计划，卖全力配合中央进行沙仑农场开发绿能产业加国际影城等工程。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体育环节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杨端开车门啊！杨端是开车门，杨端是开车门，杨端是开车门，因为很多样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随着科技的进步，无人回零机的运用愈来愈多元，甚至嘛导入大地动当中执行任务。对此，空灵大学因为校地空旷，真适合相关的教学，所以特别甲厂商合作，引进无人回零机社团，希望透过三学合作，除了导入所有应用，卖当发展健康教学等等的相关产业。随着科技不断创新，无人回零机的技术运用愈来愈多元，嘛，互空灵大学看准发展的趋势，特别甲厂商合作，要来导入所有的应用。三下晡除了邀职业者来展示做个百万看写机密的喷射引擎定义机，嘛秀出上界轻型的试衣机，电池一摆会当陪1点钟效率。无人机各位都知道哈。在最近的02、06台南大地震当中，发挥相当的功能哈，可以在及时的将灾区或者是高空俯瞰的画面传回给救难人员。然后呢，还有其他相关很多的应用，比如说在农业、田野调查上，都占据了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呢，为了适应这样的发展，我们康宁大学数位应用学系呢，特别呢举办这样的讲座，让我们的师生呢能够跟上这个潮流。当然，为了让所有应用的师生甲有意导入的学生透过社团来进一步研究，现场嘛实地飞行执行空拍校园的任务，吸引众人逐步眼光。下面的同学要做一些复杂动作。好，现在飞行的模式叫做 GPS 模式，因为它现在其实它是依靠卫星定位。它稳定度非常相当高，所以即使飞机在晃，画面也是稳定的哈。虽然风真透，不过透过荧幕会当看出影像相当稳定。会中校长嘛亲身来体验无人飞行机，认为真好耍、真简单上手。未来应用学校健康教学走向，买积极来导入应用。我们希望能够介入到我们学校的乐龄，也就是健康这个氛围。我们希望它以后可以在远距照护上面。好，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婚纱时尚这个新密的这个结合，时尚的科技的应用，我想对于我们学校现有科系的一个发展，都能够透过科技的应用，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领域更广，然后也更专业。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学生呢，大家对这个不陌生，甚至喜欢，能够融入他们的专题。那以后就业的时候也能够去巧妙的应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校园其实很空广。我们希望以后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定期的来巡视我们的校园，对于校园的安全能够多一个保障。面对无人飞行机这个全面起步的产业，透过三下的合作，相信要扩大影像应用的产品。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由东洋文教舞蹈基金会所举办的高安在嘅竞赛，今年学生同款发挥创意，将硬冰冰的交通法规转变成趣味的戏剧来演出，充满创意的表演，也互带来一种的操算，引起学生之间热烈的回响。我最爱线，一个由东洋舞蹈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高安在嘅竞赛，每一档拢是高中学生热烈讨论的话题。今年所邀请的交通大赛，也是学生所票选出来心目中上界喜爱的歌手林心怡，伊也现场演唱，互大咖的学生拢听甲有够入迷。当然，活动的重点是要宣导交通安全，所以交通大赛林心怡以及台中一中校长、甲东洋舞蹈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执行长，拢伫咧台顶签下遵守交通安全的宣言，并勉励所有学生拢爱遵守。你要跟着我一起念哦。喝了酒就不开车，不要低头滑手机，不闯红灯不并排，一定要戴安全帽。今年
年的话，其实我对南一中还是有高度的期待，因为听说今天有一个新的社团来加入这个比赛，就是魔术社。我期待大家的创意哦。那当然，在这边的话，我还是呼吁同学哦。那除了待会看表演之外，还有注意哦，我们走路、骑车都不要滑手机哦。那在这边的再次提醒同学。台中一中三个社团伫咧今仔日初赛拢准备了精彩的表演，有影片的呈现，也有现场演出，重点放伫行车甲用路安全这部分。最后由闪闪梅传社得到进军决赛的资格。因将要代表台南一中，伫咧12月16号甲10金大台南的学校进行最后的总决赛，争取年度最佳表演王的公营。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义消同仁自动自发发挥爱心，准备小小羊肉炉，要互安南区的独居老人也当感受到温暖，而且佮准备立当详细的问答，甲长辈互动，现场温馨又佮趣味。长辈时代欢喜食到小小羊肉炉，食到充满爱心的好料，这寡拢是义消消防中队因关怀独居老人的心意，由中队干事吕永辉甲公园中队长李秋金带领，号召大家领养独居长辈，因满满爱心，也互华山基金会安南区站长有满满的感动。今天呢，特别感谢黄飞龙黄主厨，他邀请我们所照顾的这些弱势长辈，在立冬前呢，今天到这边来一个进行围炉跟吃羊肉炉一个立冬补身的一个活动。他也非常感谢黄飞龙这样一起举办这样的活动。那在未来他也会发送300份就是义卖的羊肉炉来帮助我们这些独居的长辈。那也邀请社会大众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一起就是跟我们华山基金会一起认助长辈，秉持着照顾老人的理念，华山基金会长期建立社区自助的模式，让在地人服务在地人。响应这款的精神，义消消防中队、公园中队每一名义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让独居的长辈伫咧今年冬天一开始，心中就充满了温暖的感受。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每当11月是家庭照顾者关怀月，基比医学中心居家护理所透过家庭照顾者支持活动，伫3档前成立拼布团体，希望透过每个月活动，让社会大众知影家庭照顾者的付出甲辛苦，也互因有一个心理疏爱机会。面对人口老化，根据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统计，长期照顾病人的家庭照顾者，台湾目前大约有90万人，其中7成是妇女，尤其中高龄女性朋友，有的照顾翁婿，有的照顾大家官，除了无暝无日的付出，有的甚至佫爱负起经济压力。对此，基比医学中心透过家庭照顾者关怀活动，第3档前设立拼布支持团体，一方面提供照顾者心理疏爱，另外也让照顾者学习一技之长。我们会知道说，其实家庭照顾者非常的辛苦，他不只要承受的是这个照顾病人的一个压力，体力上的一个负荷，有的时候还要承受的是来自病人还有其他家属给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些家庭照顾者他需要一个地方让他们出来喘口气、透透气，然后交朋友，不然的话，其实他们在家里面这个社交网络圈都变小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团体成立了以后，其实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去，然后有同样都是家庭照顾者，大家可以聊同样的话题，然后一起来疏解相关的一些压力，然后互相关心每一个照顾者的一个健康状况。起先我对这个真的没有兴趣，那后来是因为我婆婆中风以后，那个护士会来我们家看我婆婆，她建议说我们奇美有开一个拼布班，那建议我来上。可是我说我没兴趣耶，他说你可以来舒压疏解，那我就越上越喜欢上，所以我几乎每一次都一定会到，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让我成长很多，因为有很多几乎大家都有类似问题的家庭啊，问题
大家讲出来以后，大家会一起分享。那他们会把他们的故事说给我们听啊，我会把我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所以一起分享。透过每个月定期的活动，除了互照顾者学习心情放松、甲照顾的技巧，同时也会当利用拼搏技能，帮助家庭受力，并且鼓励因勇敢行出来，甲社会接触、甲互动。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2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1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